在高耸入云的大楼之下，有着老旧建筑的断壁禅园。在这样的视觉冲击之下，我对引流还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。没有先人的一步一脚印，怎么会有现在我们所享受的一点一滴？在新瓦屋想着走着，然后我发现了一件树点。需要帮你做个介绍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我刚好看到这本书，应该是跟这边有关历史。这本是印尼讲六甲的路条牌时阵的书啊。你顶挑选又是印尼个路工探看过吗？有哎，我刚才就是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发现一些瓦墙，还有一个像是一个遗址的一些土堆这样子。这是印尼六甲吼，圣雅古了为主路的工探，长度超过有200公里以上。哇，但像安样哦，印尼两件树店吼，路径啊长度有200年，印尼老以前里并个动信动这样的树店。真的哦，因为看起来的时候，外表非常的新，跟前面的建筑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的路的建筑，安尼前里讲看伊的动信。是，而且我看也是沿着那个，好像真的是穿越时空，常常走到这里。乌堵河来给一片树梁在这边。系啊，乌堵河看到安尼树梁。这里有好多特别的读书空间呢，大片的落地窗旁，尽是凭着自然采光在阅读的人们，人手一本自己感兴趣的读物。我也正在找寻属于我的那一本。上2楼好了，我想要一个靠窗的位子，再来一杯咖啡，准备好好知性一下喽。你好，谢谢。还需要回书店吗？很喜欢。我刚好刚才在这边选了一本我自己喜欢的书，待会配着咖啡跟蛋糕，我可以在这边待一整个下午哦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很棒的咖啡，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得到一份在都市里面难得的宁静。看看书之后，待会再出发。在文化保留园区里逛着，堵后发现一件书店。比起书店，它更像图书馆。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自己跟书独处的安静角落。